暑假校舍工程最怕呢4件事。暑假學校想做裝修，但幾間工程公司報價差咁遠，應該點揀啊？呢間平好多喎，不過會唔會有風險？學校工程最怕安全出事，仲有開學前做唔切。如果承辦商安排未能核實身份，甚至可能沒有合法工作資格嘅工人入校施工，學校承擔嘅就唔止係工程風險。呢度仲未圍封好，學生咁樣跑，好容易出事。點解原本話包晒，依家又話呢樣要加錢？下星期就開學，課室仲未完成，點安排學生上堂？所以學校揀工程公司真係唔可以淨係睇平嘅，最少要睇6樣嘢。第一，有冇學校工程經驗；第二，工人同團隊係咪合資格；第三，安全圍封同現場管理夠唔夠；第四，報價係咪清晰透明；第五，工程可唔可以準時完成；第六，佢哋熟唔熟學校要求同流程。呢6樣缺一樣都可能影響學校運作同學生安全。原來學校工程真係唔可以求其揀，平唔一定好，最重要係安全同有人負責。